台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宪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啊，一兼二顾，望拉兼西裤。这就互你想到讲，以前这个水沟啊，吼，实在是真清气。啊，内面啊有这个鱼啊啦，还有这个虾啊，吼，啊，当然啦，会当伫咧内面耍水。啊，不过吼，咱即马吼会当算讲真罕的，会当看到这个情形啊啦。其实吼，伫咱日常生活中间吼，定去用到这个俗语当中呢，会当去了解到吼，这个地方的文化发展。啊，你想要对咱日常生活中间的言语甲俗语吼，来了解到真深刻、真趣味的台湾文化无？咱吼先来看一段 VCR。咱常常伫讲的俗语，拢是对咱日常的生活来的，所以嘛真简单、直接、佮趣味。啊，毋过因为咱的生活无像较早共款，有一寡俗言语可能嘛互人袂理解。咱即马就来去行路问看路年的人，到底你所知影的俗言语的意思，甲别人讲的敢是共款？听某喙大富贵，这句话背景就是讲，其实女人至上的时代啊，女人至上的时代，女人至上的时代啊。第二个，娶某真无简单。第三啦，认为查某人爱负责煮饭洗衫。啊，还有一个俗言语，大家可能拢捌听过，有长山公无长山马这句，咱过来看卖，大家敢有无共的见解？有长山公无长山马，我选第二个吼。我们觉得答案是一，我选第一个。这句话我是选第一条。清朝的时阵，来台湾拍拼的，查甫甲查某比如无平均。人讲实在，俗言语会当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。今仔日就互咱用俗言语来了解台湾。若要捌咱台湾的文化哦，是绝对袂当唔捌咱台湾的俗语啦。所以，咱今仔日呢，邀请到530台湾史料基金会秘书长，会当讲吼，这位老师吼，伊是台湾文化通哦。咱的地宝川老师来跟咱开讲关于到台湾的俗语。老师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戴宝春。听讲吼，这个讲到这个俗语啦吼，就想讲，咱以前吼祖先来到咱台湾这个土地开始来开垦到呾吼，有拢讲这个落地生根啦吼，自家开始讲的时阵，常常有一个印象，就讲吼，像咱台湾人吼，咧开垦的这个过程哦，拢讲是叫做旱季落地生根。到底吼，这个俗语敢有这款的？台湾迄个形状安尼长条，就是敢若旱季共款。是。其实旱季其实是外来啦，是迄个大航海时代吼，西班牙为即个美洲甲早去欧洲，尾啊传到即个亚洲，尾啊搁传来台湾。嘿，所以台湾就是用迄个形状，有一仔亲像敢若旱季共款，所以就甲讲做旱季。所以台湾人来了，有时就会甲变做讲用即个旱季，等于敢若咧代表咱台湾人。所以有时咱台湾人较早咱拢会讲，哇，啥物咱旱季啊，咱旱季啊安怎？因为咱知影即个旱季即个物件，伊个真容易种伫土骹，种了拢会活，食种人佫会当食，即个饲的精生会当食，所以咱我们常才会讲时高时长啦，无米煮旱季汤，所以甲咱生活的关系足密切嘛。所以会佫变做讲，哇，竟然足容易大，所以有时就佫讲一句讲。旱季毋惊落土烂，只求绩效代代传。伊就变做甲咱的生活关系足密切。有若反映出一个具体的形状，会变做一个咱台湾人的代表。嘛反映出咱台湾人迄种落地探根的迄种甲土地结合的一种精神啦。所以甲咱也是关系足密切的。台湾人的祖先大部分拢为福建甲广东来到台湾嘛。所以来到这了后，就是开始爱开垦田园来生活，开始就会甲迄平埔的足个土地吼变做汉人来开垦。是。其实台湾的平埔吼嘛袂讲对外来人足排斥的啦。所以吼有时就会变做讲大家就互相足好来好去安尼啊。清朝甲统治，连尾平埔嘛开始用汉人的姓所以就吼有时会甚至讲。甲台湾这汉人煞认亲啦吼，譬如讲清朝互伊姓刘啦，结果台湾的平埔嘛甚至讲伊是刘邦的后代呢，就是去牵关系啦。所以台湾这人有时就讲一句话，甲汉字嘛有关系啦。
讲吼，这个台湾汉字够紧啊，讲病婆啊够亲啊。是。因为拄啊开垦的初期，你汉字种了了后，伊就紧足济嘛，毋才会吸养分啊，才会大条啊。啊，所以初期就是表示开垦的时阵，迄个汉字拢紧足济，电到汉字无介大条。啊，这病婆啊，其实是甲汉人来讲，汉人拢共叫人翻啊。是啊。啊，结果伊甲汉人有那甲你足好好的啊，啊讲爱土地后就互你去做啊。是。吼，啊甚至嘛甲你牵亲情吼，讲啊你姓刘，我嘛姓刘啦吼，咱较早共祖先的共款，所以汉人才共笑啊。吼，啊所以你开垦过程真重要，就是讲你爱有水利嘛。是。啊，咱知影来的人有河路有客家。一般来讲是河人较住伫平原地区啦，啊，客人会较离较外线的。啊，你要开垦一个土地，你要有做鼻啊，还是做水圳？你去摕这水源的是定定拢会经过客家遐。是。啊，因为河路客家吼，语言有时个未通嘛。是。啊，大家拢嘛家己顾家己的仓、家己的水圳啊，啊，所以这河路人就人搁济吼，啊，有点仔会轻视这客人啊。是。甚至讲嘛，这客人讲，这客人啊搞你，甲占水头，足歹听，嘿，足歹听吼。所以这嘛是表示讲吼，伫迄个开垦的初期，有若正经吼，爱真拍拼吼，就是讲大家拢认真拍拼。所以咱即嘛定咧讲，咱台湾精神吼，就是即种拍拼的即款精神。当然啦，迄个就是一个过程啦，迄个历史的过程啊，即种权啊、种稻啊、种产水啊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后来吼，其实大家融合的这个过程中间吼，就是有影是吼，咱台湾的特色啦吼。你嘛是要有一个。迄个过程嘛，毋是讲即个囝一有心啊，你就生出来，嘛是阵痛的所在，迄个时阵嘛。所以讲这有影是，敢若像讲母亲怀胎迄个辛苦真伟大吼。啊，咱台湾人对即个孝顺父母这个，尤其是母亲，吼真有情感吼。啊，这个部分老师你会当甲咱解说一寡关于对这俗语吗？好，拄啊主持人你就是讲到就是讲，因为咱移民来到台湾嘛，啊，敢若汉字落地探根啊，一代传一代，啊，所以这个中间就反映出台湾人一寡吼，这个人生的一个看法。一个囡仔要出世有若无简单吼，所以毋则有时会讲吼，这个10月怀胎是真艰苦的一个代志。啊，过去其实生产嘛是足危险呢，所以有时甚至讲一句讲生过手啊，讲加酒芳啊，是生无过手讲四地芳。你若生过了，你就有迄个加酒通好食。对。啊，若生袂过四地芳，迄就是观察。观察，嘿，就是死去啊，嘿。所以台湾人有若移民过程内底足重视，讲会当有家庭有一个囡仔啊，但是若无拄好，可能生产的过程吼，都可能死去啊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所以台湾的人真重视这个生命。是。啊，相对吼，其实啊对迄个死亡原来足惊吓。是。吼，所以咱有时会定啊讲，哇，迄个像迄丧礼内底吼，拢安尼，其实吼迄过程吼，拢对迄个亡灵吼，其实拢足惊的啦吼。所以有时无啥有法度正经去面对迄个。死的这个代志吼，所以面对这个生甲死，有时嘛安尼讲嘛，讲一样死百样死嘛，所以其实有哪爱面对，吼面对这个人总是一生的过往，嘿啊，一粒米是百样人，所以伫这个成长的过程啊，生家啊到尾啊，人总是爱离开啊，所以有时啊，咱就会讲吼，在世的时其实是爱父母爱较友好。咱有一句话讲吼，哦，在生。食一粒豆吼，食一粒土豆啊，讲看赢死了你拜地头，哦，迄是你安比起来是足直接啦吼。但是咱若对传统的丧礼有了解，迄其实讲得足清楚呢。是啊，就讲你父母在世，你即便互你啊食几粒仔土豆，至少嘛是食物件。是啊，啊人若是甲死去了啊，你用啥甲拜嘛无路用。对啊，有收着无收着你嘛毋知。嘿啊，你用牛拜甲拜，用猪头拜，规只猪拜嘛无效。迄其实是较友好的，较友好即个观念，这就迄个意思。哦，是安尼吼，啊，就有一句俗语伫咧定定，我自细汉就听人咧讲吼，有即个长山公，啊，就无长山马，吼，啊，我嘛有听讲吼，一个某较赢3个天公祖，啊，佫有讲吼，听某喙啊大富贵吼，这样来看起来吼，意思啊，迄个查某人的地位吼，是不是较悬啊？咱伫咧台湾的女权运动是不是发展较早？汉人即个移民社会吼，阮也是其实真传统上吼，阮也是其实是重男轻女啦，吼，所以咱你也看吼，你看像咱较早即个有一寡迄个查某囡仔出世吼，那甲号迄名拢号甲什物蒙yêu啊、蒙氏啊、阿秀啊，拢号甲迄啦吼，啊，足希望讲伊会当带小弟仔来，所以就叫做招弟仔啦。是。嘛有甚至号迄吼是敢若无爱即个查某囡仔呢。
讲好做唔甜啦，唔甜，唔甜吼，啊伊结果写出来是迄个无爱的无啦吼，甜起来的甜啦，用华语讲就不馋啦，不馋，哎，就其实不爱甜啊啦。啊，啊，甚至吼讲啊，这查某囡仔生出来，敢若油菜花籽甲野甲倒拢会使，所以毋才讲查某囡仔讲油麻菜籽命。是老师你讲这我真有感受，因为阮妈妈就好做查某，安尼，阮妈妈姓黄，啊伊就好做黄查某，所以就是这个名，就是落地名。移民社会拢是查甫较济，查某较少啊。啊，你结婚的时就歹无足容易会当娶到太太，娶到牵手啊。啊，所以毋知咱台湾就有足济这移民吼，来到台湾，甲平埔的往来过程去共摕人的土地。啊，有时啊，就会去共迄平埔的结婚啦。所以毋知咱会讲一句讲啊，台湾有真济是有长线讲无长线嘛。啊，因为你的娶某无容易娶，所以。足自然吼，就是只好爱听某啦。我感觉这是足被动的啦，所以毋才会讲吼，要结婚年纪大细较袂要紧。有时啊，咱一般拢会讲，查甫爱较济岁嘛吼，啊查某较少年，拢会安尼。娶某大姊济金交易，所以有时也无要紧嘛，讲无要紧啦吼，恁某较济岁嘛无要紧啊，家己就家己安慰啦，讲某大姊济金交易。是。啊，因为你娶某无容易娶，所以只好你来听某。所以毋才讲袂使有家庭的博弈啊，所以就爱讲啊。听某喙就会大富贵，嘿，啊讲你若拍某你就低高富，吼，啊若听某就大丈夫。是，所以我感觉吼，咱即马内政部吼有迄个家庭防暴专线，应当就爱迄个对联一边写讲拍某低高富，啊一边听某大丈夫，啊顶头只家庭防止暴力的专线挂这个列落去，上介好。其实吼，咱个老祖先吼，拢一定甲咱讲真侪啊，吼，拢讲这有影家庭好好，就是翁仔某吼，这相处其实都爱互相尊重。当然，所以家好万事兴啊。嘿，是啊。哦，迄老师有真侪报通好学吼，伊是有影是咱在台湾文化通啦吼，所以咱先休一下，去串一下啊，来下一段吼，咱就来继续来了解着讲俗语中间啊，佫会看到啥物有关于咱台湾人的故事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济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俗语甲先面对生活的态度讲甲真透，到真咱的观念甲以前的人敢有相共？你敢有赞成食饭皇帝大这句话是安怎的？食饭皇帝大，我有赞成。我是蛮赞成啊。吃饭皇帝大，我觉得赞成啊。我赞成这句话。吃饭最重要啊。因为吃饭的时候不要被吵到，会消化不良。食饭哦，皇帝大就是讲。别项代志拢放下，食饭上大先，上较重要。若是食饭皇帝大，啊，阁有一寡俗谚语袂过时，嘛讲出咱的生活价值。啊，确实是好料的物件，有来足济嘛。因为咱就融合各种的这台湾原乡内河路客家的食物无同啊，经过日本时代啊，即马佫西洋化，啊，所以咱真重食呢。所以你看连食嘛变做拍招呼呢。是啊。哦，迄有时啊已经下晡3、4点嘛佫甲你问讲你食饱未？啊，到底是要啉迄个下晡的迄个下午茶嘛？嘿吼，算甲你关心嘛，吼，关心讲，你食饱未？啊，你一个人有食饱，表示你有基本的生活有法度嘛，啊，佮你食会落呢，啊，佮会消化呢。是。啊，食饭嘛是爱尊重人啦吼，所以有时会讲，你吼赶人生赶人死吼，讲赶人食讲无天理，食是福啦，做是乐啦，因为咱落命嘛吼，啊，但是爱食，吼啊食各种拢食，甚至讲像讲食蛋食铁，食到阿鲁米，通食，嘿啊食鱼食肉，咱嘛是有时会古早就重视讲你营养吼爱较平均的，所以。其实咱的先人嘛有交代，讲食鱼食肉，你嘛爱食菜价。是，这就是讲咱的俗语的过程内底，真重视这个食的文化。啊，迄个食的背后，其实是对人的一种关心。是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之间吼，人甲人之间的一款人情温暖啦吼。其实吼，这食福啦，啊，甲这个吼，这个活络啦吼，咱算讲安尼来讲吼，是拢命运的安排啦吼。啊，但是咱吼想要争取较好的工课啦，可比讲做医生啦吼，啊，咱想讲啊，伊讲
提以前讲吼，第一做医生，吼啊，第二卖冰。因为咱台湾确实就是讲，因为咱的气温较热嘛，所以其实较容易有传染病。是。啊，所以咱知影日本人来时吼，哇，伊摕到台湾真欢喜啊，结果派军队来接收台湾哦，去互台湾人拍死的无偌济，结果吼，丢病一大堆啦。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日本人开始会重视这个公共卫生甲医疗。是。哦，所以你刚才讲到水，你看日本人发觉讲，你水若食的无清气，最容易得病嘛。所以足紧就做迄个水道水。哦。嘿，啊，台湾人第一摆开始用水道水嘛，观念开始改变了。因为水道水你要付钱的，啊，咱台湾古早溪仔边水井内就有啊，所以嘛开始讲，那是啥物水也爱卖钱的。是啊，甚至过来讲，哇，水甲结做冰，还佫较好赚。是，吼啊，日本人就会设病院啊，设学校去互台湾人读啊去做医生嘛。啊，咱知影医生伊就是对咱照顾咱的身体啊，较长岁数健康嘛。是，啊，就会受人的迄个重视，佫再做现实咧，医生收入嘛较悬嘛。是啊，啊，所以毋才会讲。哇！你若要趁钱，讲第一来做医生，啊，一般的人想讲哇，那遮尔好，啊，毋知讲第一卖冰，讲第一做医生。佫较好趁就是吼，哪做医生哪卖冰安尼上趁啦，无啦，这是讲笑话啦吼。其实吼，有影是这个俗语吼，从咱这个祖先的这人生观啦吼，啊，佮这个价值观吼，对食的看法咯，拢讲过一轮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咱台湾人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就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嘛，对这个政治吼较敏感啦吼。啊，真侪政治的代志吼，拢会当用这个话来讲。我是感觉讲，有人讲吼，咱台湾人拢足无爱插政治，其实毋是，咱台湾人真关心这个土地，所以讲对政治的代志吼是较理性啦。你看，咱祖先为福建、广东移民的台湾，其实伊是较经济性，就是讲，哦，我拼死拼活安尼过这乌水沟来到台湾，啊，摕到土地开辟田园，啊，会当这个发展做生意啊，趁钱，伊感觉追求这个好的生活，这是个目标。啊，所以其实吼，对政治，因为你。传统迄个清朝帝国时代，你政治甲你都无关系啊，除非你足够考试，你考到尾啊去做官，无甲你无关系嘛。啊，所以就会变做讲，敢若像讲天高皇帝远，吼，甲我拢无关系。啊，足简单啦，就是希望讲你这个知府知官哦，你都莫甲我吵就好啦。嘿，我乖乖啊纳税，你莫甲我吵就好。啊，你看清朝时，佫派来台湾吼，因遐话足侪也无爱来啦。是啊。啊来了吼，若有机会就乌西啦。所以你知影台湾人吼，有哪足会当个体谅呢？拢会知影讲吼，遮来遮做知府知官这吼，讲伊若无去乌西钱吼，讲伊会有哪足歹饲某囝饲遐个门遐个人啦。所以有甚至甲讲做官若清廉，讲食饭爱椒盐。是。另外台湾人吼，足体谅的啦。是。嘿，啊，这有哪反映出吼，清朝的统治吼，其实是无讲真认真安尼伫做的。所以甚至会讲，哇，讲你若去。迄个高官散，讲高贵死啊，是，就是讲你去甲官府往来吼，譬如去拍官司咯，是甲官府往来吼，你拢了钱就对了。了钱就对了，不如卖去。嘿，啊，你甲高贵一定死。是。啊，你若去过去甲伊遐迄个官员的下骹手有迄衙门遐往来，啊，你也害啦。所以毋知讲高官车讲你就食了米啦，是，你就了遐米啦。吼。所以这反映出啥？对政治的感觉讲，较莫甲有关系就好，因为你原因就是讲，迄毋是民主时代嘛。是啊。你家己也无法度去管理你家己的代志，啊，你的民意你也无法度变做政府的政策，所以讲起来其实是迄种移民社会，是种较无奈。是吼，但是加在啦，即码吼，咱台湾人吼对政治吼已经毋是像讲以前安尼拢无去关心啦，啊嘛大家拢较理性啦吼。其实啊，老师啊，像讲吼咱台湾的这祖先吼，虽然日子过得遮尔艰苦吼，啊嘛是拢真有人情味对无吼，啊然后真去个共斗三共安尼，是毋是？开始当年甲原住民的冲突啦，客家有时嘛会冤啦，吼。但是你久了一代、两代、三代，总是要拢伫遮咧生活嘛。咱就是变做咱用咱即摆话讲，拢变做啥？拢变做命运共同体啊。是。所以咱有时嘛会带念讲，哇，咱伫遮都有若真辛苦，所以咱嘛爱感恩嘛。是啊。你看咱讲田头田尾土地公，吼，所以你看咱嘛会讲，哇，这食果子就爱拜树头吼，啊，食人一口你就爱行人一斗。是。正像台湾人是真宽宏大量的吼，所以有这款真好的精神，就是讲大家来互相来这个照顾吼，迄款的迄个观念，其实就是这个移民的社会过程内底有一个较共同的经验。是。啊，来到遮，甲原来故乡又阁无啥共嘛，所以你定要大家合作。
即便讲过去有啥物冤家啥无，过去了，大家也是爱搁做阵生活。是啊，我讲这就是讲台湾这个移民社会吼，会当大家有无共，但是你会当去发觉讲，伊个无共的背后，到尾也是有一个较强大的目标。是。因为足简单的道理，讲你来到这已经就是进无步退无路啊啦，你就是一定爱伫遮咧生活。是安尼时阵，你面对的环境嘛是拢共款啊。对无？你风台来也无管你顶港下港，拢会受到风台。你若有灾害，就爱互相斗相共。这有若是台湾吼，这个社会真好的一个迄个咱的迄个个性、迄个民族性吼，对咱社会其实是真好。一般来讲，咱汉人吼对迄个亡灵吼，其实是足惊的，甚至是只好即个还莫去接近，嘿，所以有些就是反映出无法度去面对死亡即个现象。所以你看，咱即马人若过身吼，即咱拢无爱讲死字嘛，吼，拢过身，是那讲往生。吼，咱台湾传统其实嘛安尼讲咧，有时讲迄个隔壁迄个老阿公老阿祖。最近咱无看，为了讲无啦，伊就去登山啦。去登山？哈，你是唔通以为讲伊去中国来到旅行吼？其实伊其实是登去天国啦。移民社会到尾啊，你拢落地探根啊嘛，就直接在地化，唔知咱会讲你一代亲二代表啊，都三代煞了啊。所以台湾都唔认登山嘛。所以登山其实是变做等于咱台湾人吼，一种精神上的迄个故乡，唔是实际伫遐生活的故乡啊。所以就爱形容讲迄个老阿公老阿祖去登山，其实是等于去足远的一个所在啊。较早嘛讲。迄个老阿嬷去倒啊，讲什么去苏州卖鸭卵。是啊。其实尾仔人研究出来吼，伫即个丧礼过程内底，拢较早吼传统上拢会用迄种熟的鸭卵去拜迄个过身的人嘛。是。若是真是较早个毋是用火葬的是会出山。所以伫迄山头的是伊会甲迄个鸭卵的壳掰了，甲压咧迄个瓮的顶头嘛，瓮具的顶头。所以是叫做其实是讲吼，你去土区吼，掰鸭卵啦，是讲去土区啦，因为瓮顶敢若久咧嘛。去土区掰鸭卵，变做去苏州卖鸭卵。讲甲走前去，较早过安尼拜迄过身的人，佫讲吼，讲你这鸭卵吼，讲若佫变做生鸭囝，讲你才转来。是鸭卵就煮熟啊，免哪嘿，所以毋知迄丧礼伫遐过奈何桥咯吼，希望你去啦，已读不回就对啊啦。嘿，其实是安尼啦，嘿，才有出现迄款的话啊。哦，原来吼这是。讲话走前去，所以讲有影咧。台语真重要。台语真重要，这个语言吼，有影是迄随着时代演变，吼，有真侪会豆流失掉，安尼可惜啦吼。虽然讲日子吼，无像讲以前日子，无像讲即马吼过了遮尔富裕啦，但是吼，真老实吼，嘛无去吼，互别人食亏啦吼。所以讲吼，有真侪台湾的人情味，伫这俗语内底吼，都会当听出来，会当看到。而且吼，咱了解到俗语，都一定会知影讲吼，搁较会当捌台湾的代志。今仔日时间有限啊，不过吼，这个话题吼，有影是。真心识加趣味，大家哈捌台湾一定要捌台湾俗语哦！感谢老师今日咱精彩的介绍台湾俗语、台湾的文化。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。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顶。感恩老师呢？感恩，食饱好。食饱。